簡總，恭喜晒你啊！你間公司批咗80萬啊！BUD 專項基金咧，全名叫發展品牌、升級轉型、拓展內銷市場。咁 BUD 專項基金咧就分為3種，咁一種咧叫電商2一般申請，咁呢兩種可以 claim 到80萬，咁另外一種咧叫申請2，最高可以 claim 到10萬蚊。咁最後我哋亦都會幫你交翻埋個 final report 上去個政府嗰邊嘅，咁你預算政府嗰邊審批大概2個月嘅時間，冇問題嘅話，政府批核咗個 final report，嗰80萬就會正式落你公司戶口啦。咁呢度呢，就係我哋公司成功幫客戶申請到 BUD 專項基金，咁資助額大概有10萬到80萬不等。咁點解要揾我哋呢？因為我哋可以做到一條龍服務，咁客戶就唔需要咁擔心成個計劃嘅內容會唔會失敗啦。咁好多客戶呢，成功申請完一次之後啦，亦都會揾我哋再做第2、第3轉。咁其次我哋亦都有提供好多唔同嘅地區可以俾客戶去選擇。嚟緊喺香港開公司或者喺香港已經有公司嘅話，想唔想知多啲有關香港補貼嘅計劃呢？咁如果有興趣嘅，可以喺後台私信我，我會盡快覆你㗎。